報一下，咁其實咧我哋嘅表演咧係一路延續到去夜晚嘅，咁所以咧如果你留喺度，你一樣可以睇到好多嘅演出嘅節目。咁咧，我哋呢個表演台裏面咧，都會有一啲粵劇啦、民族舞蹈啦、武術嘅表演喺度等緊大家嘅。咁啊，同時間咧，咁稍後咧，亦都會有唔同嘅中小幼唔同嘅小朋友啦、中學生啦、小學生啦，都會為大家帶嚟好多唔同嘅演出。咁不過我哋而家咧就繼續可以聚焦喺白沙村，咁為我哋咧帶嚟冇大龍嘅演出。